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武汉肺炎全球大流行，投资人惊狂的情绪唱悬。拜四，美国股市才开盘5分钟，道琼工业指数就大捞2200点，这个波幅是达到7%，嘛来创下着1987年乌色礼拜一以来上大的波幅。咱的财政部早起伫台北股市开盘进前，紧急来开记者会，信心来发话，讲这个国安基金随时待命，嘛无排除伫适当的时机召开临时会，讨论进场护盘。但是也是无应效，这个台北股市一个开盘就大落670点，落破着1万点的大关。加在接近着尾盘的时阵，美国三大机会指数起超过2%，台北股市顺利收复1万点的大关，尾也是落293点，以10128点来收盘。疫情影响美股崩盘，台股嘛真惨。13乌色星期五这天开盘大落670点，杀破万点大关。晚上12点关注着整个欧美股市的情况的发展，投资人都对我们国内的股市要有信心。财政部长苏建荣伫13个早时8点15分紧急召开盘前记者会，希望投资人对股市要有信心。不过市场袂暗，也是一直出来。台积电开盘的股价是落到275.5，大落19块；台立光是跌到3645块，是落335；若是鸿海的是落到69块9，落4块8。有损及国家安全之虞的情势的时候呢，那国安基金绝对会及时召开临时会议。强调台股基本面稳健，伫国际间呢相对有吸引力，投资人免过度担心。金管会嘛祭出鼓励上市柜公司参与业绩发表会，甲实施扩总股2项措施，稳定股市相关的部会卖尽上大努力，稳定市场。